看交通部公布去年高雄交通事故的统计哦，发生事故上侪前2名拢是伫第一线高南公路的路口，发现未来的第7段园区。民众是真烦恼讲哦，未来园区完成，交通会愈恶化。交通局是表示讲哦，因会针对路口的事故来检讨，嘛已经有提出部分改善的办法咯。 大货车的链仔下骹卡着机车，物件也甲四界拢是。这机车后壁的人摔落来当场死亡。这件车祸是发生伫去年4月，新城区中正2路甲民族2路路口。交通部公布去年交通事故统计，高雄前10大肇事路口，第6到第10名拢是市区的路口，中正甲民族路口就伫咧第9名。照人啊，拢无就水，迄个交通规则拢靠作用。 民众认为车祸发生通常是用路人违规，得看到排行前5名。除了市区路口，第1甲第2名拢是甲高南公路交汇的路口，离未来的台积电园区真近。高南公路1003项，共发生车祸33件，62人受伤。高南公路水管路口共发生27件车祸，45人受伤。都不要我过来车啊！少年啊，我是带头咧，出来伊也开灭龙啊。 民众讲，家己捌伫大专区互直行的机车弄着，车是透早非上班时段的高南公路，车流量也是真大。记者就伫咧现场看到直行的拖吊车，甲想要待转的机车差一点仔弄着。那我们已经布设了左转专用车道，并搭配左转的专用石像来解决先前追撞还有违规左转的问题。 高南公路2个路口离台积电设定的地点无远，民众烦恼园区动工了后，塞车顶状况会阁恶化。交通局强调会继续检讨改善。另外，南马溪3名园区已经争取到串接国道1号的联络道，路线经过高南公路1003项，嘛会使减少当地交通压力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俊高雄报道。